这次我们这个北柱的造景啊，就是我们自己有个品牌叫玻璃灰，就我们是用普里花卉的部分，然后加上这次我们请的是千亿景观有限公司，然后张炳华设计师这样，然后一起来完成这个整个的布景。最近动保议题都很流行，然后很多地方都有杀猪工的习俗，比如说桃园啊哪里啊，他们就办一些猪工活动，然后每次都会引起一些话题，说这东西饲养的时候不人道啊，或者在宰杀过程也不是，就是它会造成极大的痛苦。那既然这样，短条也有说，他就是不会特别鼓励信众杀猪，但是他也没办法阻止。那这部分怎么办？那我们就想到说，因为我们八条本来的特色就是用很多花卉来布置，然后刚好我们的设计师对布置这种立体的花卉装饰艺术非常有经验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那就结合在一起，利用花来做一个花卉装饰艺术这样。这个演过太大滴，就是一般吼，都是拢好像有喜宴啦。喜宴要很敢若讲我属里我都有甲提供，还是甲迄个小喜宴讲，我都做有个人做企业大企业，伊来趁大钱，我县官，县官当然就是讲县官有个人就是较参政的人，就是讲你县官了后，这物件要摕去打。因为无冰箱嘛，你生猪肉，你生起来遐大只，你要食袂掉，所以讲会甲分享互咱的亲戚朋友，亲戚朋友啊，一种分享。68年开始，我们的经济很好，开始飞。68年。那你差不多30-40岁了。68年的是迄阵经济，我们在台湾的经济才慢慢起飞嘛。那起飞的时候，到80几年的也是都很高。那个时候我们杀猪的那个风气也很多，就你鱼底下做酒嘛，还很多呢。安尼哦，鱼底很多。前年猪年嘛哈，艺术乡做酒我去看呢哈，他们杀猪还很多呢。北崑那边啊。这猪我们是用钢架的，然后钢架的外面我们用端盘去把这个猪铺满，然后铺满之后呢，我们就是开始上花，然后上花部分就是用主要是四季草花，然后再加上一些3寸盆的盆花去做，然后制作过程我们还有利用水草，那利用水草的部分就是因为要保湿，这样它可以在上面撑比较久，然后它在上面也可以长得比较漂亮。那这一只大猪呢，我们像耳朵部分，我们就是使用薄荷，然后背部这个白色的东西是银叶菊，然后脸的部分是金露花，鼻子是太阳凤仙，然后身体的部分是四季秋海棠，然后脚的部分也是薄荷。对，那它就用这些花卉构成这只大猪。最后，别忘了12月6号我们南投埔里见。